可是来的人，我说漂里啊，到老家长们个人了，我到下边主呀，到这个大家呀，都是休息单位的，我到嘎子特别可多了，嘎开穷嘛种啊，啊，那俺这个陆续下有的，俺在看啥个子，灯笼看啥，那灯笼马的看啥就的，看。灯笼手中，让下可能是攻击的。灯笼手中，那么要啥嘞？啥要嘞？是不是俺送给？是不是这唐南的用这个多啊？这个这你们是不是一个抽起里啊，点名专里啊，学习的啥呢？是不是呢？灯笼官呗，缺奖的，我是那是送的，是不是这是应该是的？其实啊。灯笼缺奖极多，我是什么去没专干难的，我是用起来是不是呀？但看看吃出来没东西的，他是不是什么时候当吃毛的？但俺就吃出来看看没东西的，是个多少？加上缺奖，可能是缺奖的没的，看上过去没什么去这些都学明白的。当俺说一代人代表修这个呗，送过去，什么个来了头了，还给买不多啊？这俺当时讲了，没这车上检测的，送过来还给不多啊？这上个都是这的，俺当时没这检呀的，俺说平民啥要抽的，我那成那个南北区的扩大要求吧，人呢，收入不是多得个嘛的。南北区个扩大买了钱，台北区也了钱，哎，你查询都先热的吧？这个当然说接差不多对多啊，所以这类人就当然说，俺们他譬如吃个什么羊肉了，接这个团的接给人，当然说咱这的钱呢，让俺们这个吃个的是这不是的，俺们是通是当钱，大毛是盘，这用个嘛嘞？